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如是，顶礼传承大恒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择，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我们讲解会见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就是四义就是四义。这里面已经讲了中说和别说，就中说前面讲完了，现在讲的是别说。别说当中呢，就不依人而依法，不依据而依义，不依不了义而依了义，不依心识而依这个智慧的对境，就是讲了这四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不依人而依法，是故不依人而当依正法。有所立成道解脱，所则非。按这个讲四种不依，也可以说是有四种不依，四种依止，就总共有8种。如果我们从正反两方面来算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四不依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它的这个次第，就这个前面也讲了。这个次第呢，就是不能这个混乱。那么你知道这个次第之后呢，就是首先是不依人而依法就这是沃能大师释迦牟尼佛有关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不依法而依人。这种现象是非常的这个严重就所以呢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就不能这个依人而一定要就是依止这个解脱的妙法。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就是能惹这个大乘，就是能惹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就是宣说了这个种种的妙法。这些每一句的这种法要呢，其实令众生这个获得解脱的这个妙道，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真正要让这个得到解脱的话，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威力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这个背信就是通过这种来这个获得解脱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很这个容易的。当然，在我们禅宗和有些密宗的历史上的话呢，就是这个。成绩就是根基成熟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有殊胜殊远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极个别的通过这个表示法呢，就是也有这个获得证悟的。但是这个表示法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别法。总而言之呢，除了这个法以外呢，就是让解脱的这个方法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要想获得解脱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就是依止这个正法。就是佛陀这个所宣说的妙法，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高僧大德和传承祖师们所讲的妙法，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依止的。佛陀呢，佛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我为如是解脱道，当知解脱依自己这个版本可能有不相同的，但是呢，就基本上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当年也是为众生这个开始证道的时候呢，我只能给你就是宣说这个妙法就是转84000法轮，或者是转3大法轮。然后所谓的解脱呢，就是依赖于这个自己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佛陀就别的办法也是没有的。有佛经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诸佛无法随从罪总苦亲属业不除就是整个30诸佛的话，那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就众生的这个业力就是通过这个罪来洗掉的。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的。然后佛陀的这个描述，就是大悲的描述呢，亲自救护、遣除我们众生的这种痛苦的话呢，也绝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自知真悟，非以他所即法灭，所即法性令解脱就是说这个解脱的这个妙法，就是来这个众生解脱的也就是说呢，佛陀自己虽然有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就无量无边的这种证悟境界，但是这些呢，
直接这个转移到我们这个众生啊凡夫人的这个身上呢，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佛陀唯一的让我们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宣说佛法啊，就是宣说佛法。所以大圆满前行里面也讲了，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呢，就是他也不可能是用那个人师徒一样的，就是把他就是扔到这个清净刹土当中啊，就是这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这个大悲的这种大悲心啊，就是给别人这个指示这个正道，然后指示正道之后呢，就自己这个精进的修持，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说了，就是我们呢。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就是千万不要这个啊，就是这个人的有名气、有财产、有什么这个就是庄严呐等等，就是现在很多魔法时代的人呢，就真的是不以法而以人，这种现象很严重、很严重的啊。就是他能不能这个说法，这方面从来都是不考虑的。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听说是他是这个谁谁谁认定的，他是如何了不起，全部都是这个依人而不依法的，那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他这里也说了，说是这个教理。教正立正不相违的，以教等称理的这样的这个妙法呢，就是我们这个解脱的这个体戒，也就是解脱的这个唯一方法，而并非是这个说则废。说则废的话呢，我们不能这个依这个说则。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呢，他也是要求我们就是依止他所宣说的妙法，并没有说是他天天的。跟着我啊，就是跟着我的话，那就是那你们就是会这个解脱的，天天给我烧茶，天天给我那个做饭呢，就是让你这样跟着我的话呢，那就我有这个办法，就是让你解脱啊，就是这是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呢，真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有个别的这种大德啊，一方面可能就是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就这一点我也相信，但是对自己身边的这些弟子啊。不传这个依据法，甚至有些人呢，就是学法也是反对的。整天都是跟自己做事情的话呢，我有时候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呢，心里真的一种很寒酸的，就是觉得呢，就是到底对这些弟子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如果真正是大成就者的话呢，是这个像米拉热巴，就是这个医治马尔巴罗赞那样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马尔巴罗赞呢，就是最后也是牵出了弟子的业障之后呢，也给他宣说了这个无上妙法，就是最后获得解脱的。所以。没有说法之前呢，我们一般人真的是，这个得到解脱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一点就是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居士啊，包括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极个别的这个道友的话呢，还不明白啊，就认为呢自己的这个上师是了不起的。当然，上师了不起呢，就是可以的，这是我们有关这个经典续部当中都已在这个强调的。但是为什么是对上师那么尊重，对上师那么这个恭敬呢？上师呢，必须要给你这个宣说妙法，没有宣说妙法的这个上师呢，医治的这种方法呢，就好像在经序当中是没有这个开始过啊，就没有开始过。所以我们这个医治上师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获得就是获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正法。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关经典当中说了，说是这个，就像我们存经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切断呢，通过那个然后那个默念就是用火来烧就是等等，就是16次的这个默念之后的话，那就是才变成真正的纯净。那么同样的，通过详细的观察以后才可以接受的。而你们不要认为是我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这个恭敬而行之，并没有这么说的。对佛陀的，并没有说是以恭敬心来对待就可以成就并没有这么说。因此，我们世间的一般的这个人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也是非常的难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这短暂的人生呢，应该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点主要是依赖于自己，应该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所依止的这个方法，就是不能搞错。否则的话呢，有些上师呢，就是可能也这个一方面是可能语言就是隔阂就是也有一些障碍；有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教理就是并不是特别的精通，所以想就是给弟子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呢，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没有做到，就是让弟子呢天天的是什么那个做火供那做火供也是可以的，这是佛教的一种仪式。但是呢，做火供并没有说是成就，做火供呢就是我们布施这个贵神的一种方法。你这个来到这里人间呢，天天都是布施贵神呢，那能不能这个解脱呢？并没有这么说我们这个获得的解脱的唯一呢，就是自己就是必须要通达这个正法的这种意义、性的这种本体
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个解脱的希望。所以大家呢，应该这个有时候啊，就是观察自己的这种这个身心，就是非常有必要。合则若三说，说则众如火，如佛为化中，如佛为化中，还显突伏当。那么他这里呢，如果就是这个说法者啊，就是他说的是真正是就是不违背这个如来的这种密意啊，就是如来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呢，诸我摩作诸善奉行。或者是按照大乘的这个有些要求的话，那就是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像这样的这个原则，这样的这种密意不相违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善说啊。就佛陀和高僧大德们的这种语言呢，就是具有善说的法相，然后就是支持这个善说。如果真正让这个说出善说的话呢，那么这个说者呢，就是纵然这个现象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啊，有些是可能也有在家人的，有些是这个出家人的。有些出家人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行为如法的，也有这个行为不如法的。我们以前那个印度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成就，在当中有一个叫做佛智伦斯啊，就是佛智伦斯当时前往那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就是路上不是遇见了一个。也是一个在家这个僧人吧，就是在家僧人，就是群着的时候，好像那个插在腰间，就是然后呢，发音呢就是也是蒙着头还是怎么的，就是然后在这个天地里面耕地啊，就然后又带着一个就是很粗鲁的这个气质。当时那个佛智呢，就是见了以后的时候，就是生了这个谢见。就是看起来的是这样的，但后来呢，真的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给他灌顶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就是密宗的这个坛城呢，就是在这个显现，就是当时他没有在他面前得受灌顶，在本尊面前这个相得的时候呢，所有的本尊都就是花光月，就融入于他，就是就有这个吧，就是因为他当时这个没有生谢见，还有他那个母狗所吐出来的食物呢，也不想吃。就是这两个缘起呢，就是继承当中是没有这个成就的。但其实他的这个心象是这样的，但后来呢，真的是这个依靠他的这种这个说法和观点呢，就是也获得这个就是一定的这个成就。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说法者的这个现象的话呢，应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以前那个夏瓦什巴尊者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以这个野人形象的就是也有这个一些野人形象的，就是度化众生。后来也是继承当中获得了这个金刚持的果位啊，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以前那个机密论释，那机密论释的话呢，就是首先好像在一个河边是吧？就是有6个妓女呢，就是在就是沐浴，然后呢，就是最后他们就是躲在一个墙壁后面的，就叽叽喳喳的说一些话。然后他去吐顶的时候呢，他们就讲一些那个密宗的一些这个要诀，就是知道呢，就是他们是这个空行魔的这个化现呐，就化现。后来呢，就是有到一个这个酒店里面去，有个卖酒的那个女人啊，就是她也是就是当下就变成了一些金刚瑜伽母等等，就是所以我们印度的一些大成就者的故事里面讲呢，有些是这个妓女，有些是这个屠夫，有些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捏人形象的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所以如果这个说法者呢，就是他所说的完全是符合释迦牟尼佛教言的话呢，那么即使这个在家人或者说是一些看起来这个以前当过屠夫的、就妓女的这些人，也是应该是这个合理的前一段时间我说，以后呢我们要想培养一批就是居士法师，我觉得是应该是符合这个教理的。以前在历史上呢，就是没有说所谓的法师的话，那一定是剃光头的就是好像这个名称呢，就是没有这个用上的。那我想呢，现在这个在家人面前的话呢，就是用我们这个出家人来讲起很多这个生活习惯呢，他们都不能这个接受的。应该那个用在家人面前，用在家人这个就真正是对这个佛法有一些了解的人呢，就我今天都是一直在这个想就是再过3、4年以后，就是基本上是可能就是学基部论点，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人品智慧各方面来这个了解之后的话呢，在各个城市里面应该选一部分那个居士，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我也是有各种说法，就是这是历史上的是没有，哪有居士说法的？居士老是可以说，法师不能讲。
可能会这么说的。但是我想呢，应该这个如果真正让这个宣说一些这个正法的话，那就是那不管是居士、出家人都可以的。如果完全能通达三藏的话，那我们这个出家人发誓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出家人这个发誓，有些发誓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对佛教的教义一窍不懂，就上台以后都是自己也惭愧，就惭愧，每天都是做100个惭愧就下来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就是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则呢，就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说则呢，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是可以的。就像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度化众生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化现于这个屠夫的像啊，化现于这个罗刹的像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光传当中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供案呢，就是有一次的记得这个梵世国王呢，就是当时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世入贵啊，就世入贵的话呢，他在空中就是先是申辩，就是说是我曾经在这个某某佛陀面前已经闻过佛法，你如果愿意得听的话呢，就是我可以传授给。当时梵世国王呢，就是梵世国王呢，真的是对这求法的信心是非常的这个切啊，就是他想不管怎么样，就是粉身碎骨，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就是得出这个妙法。但后来他说，你如果真的要得出妙法的话，那就是无条件不可能给你传法的，一定要有3个条件，一个是你的这个身体，还有妻子、儿子等等，这些全部给我吃掉的话呢，那我可以给你这个传授佛法。但后来就是国王呢也已经这个答应了，答应之后呢，就是先传法，就是然后呢就是准备吃掉。那先传的内容的话呢，什么自他欲得了，无造诸恶也，凡欲乐不散，今生来世苦啊，就这么一个寄送，就只有4句啊。就这个4句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和他人，就是如果想获得这个快乐的话，那千万不要这个造恶业。凡是那个就是造了这个不善业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今生和来世当中呢，都这个受到一定的痛苦。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这么一个寄送呢，就是不要说是这个用这个自己的身体啊，就是就很简单的，就是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讲《世尊光传》的时候也说过，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这么一个寄送的是，连自己的这个血肉也是这个不顾的，就是这就可贵的生命也是愿意付出的。可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更深的一些这个密法的话呢，就是也不愿意付出一切，就是这就是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个。但后来呢，就是佛陀呢，就是也是这个为了就是这4句也是这个准备这个现身，就是这样的故事在佛陀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想到，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获得这个正法。这种正法的话呢，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形象呢，可能以前的一些印度的一些大成就者的话呢，就是形象是很不如法的，这种现象也是有。按照这个那个《地藏十轮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破解者也是这个传述，就是真正的这个复活三藏的妙法的话呢，就是这也是这个开序的啊，就这也是开序的。这要是对众生有利的话呢，这个所者的形象呢，就是不一定是就是非常如法的。所以我们有些法师或者是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不要就是整天都是看着一些这个法师的过失，哎，这个法师的好像那个长相不太这个舒服，就是瘦瘦的，就是所以我不愿意听，就这个法师我不要，这个法师是胖胖的，所以我不愿意在他面前听的。这个法师呢，好像是在某一个时候当中的话呢，有些人真的分别量特别重。我看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啊，就是整天都是看法师的过失呢，他又好像这个1000个眼睛一样的，就是人看自己的过失呢，就是连一只眼睛也没有一样的。有时候这种感觉都是有的。所以我想就是经常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观过失的这个心啊，就是对着这个法师，这样没有必要的。法师哪怕是给你所依据的这个功德和恩德的话呢，我想是我们这个今生来世的是难以回报的就真的是不管是人和法师，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辅导员也是辅导的时候呢，我是这样的，就是凡是在这个自己一生当中呢，哪怕是4句以上的一个就是寄送给我念传承也好，就是给我这个辅导过的这些的话呢，就是我真的是这个自己的根本上是无二无别，
会就是这样对待，就是也对待过，以后也会这样的，以前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自己只有的这个，当然作为凡夫人呢，永远都是不看他们的过失，这一点也是难走的。但是呢，我并不是这个，我以前也是我们这里的有些法师安排的时候呢，就是你们不要想到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课里面所说的这个法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妙法。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很正规的。比如说买东西的人好看不好看不是很重要的，只要是我们买到东西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看这个服务员好看不好看。如果服务员好看一点的话，那他哪里去卖？就是不过汉地的有些餐厅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所以有些老板的话呢，一定要选这个服务员就是好看，就是如果有服务员好看的话，那就是顾客比较多一点的。所以我们这个选法师也是就是好看的这个法师啊，那这样选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升天论师也是有一只眼睛，但是呢，整个这个三界都是让这个照见的，就是所以以前藏传历史上是不懂大师的话呢，就是长相都是很难看的，但是呢就是精通三藏的。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长相不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这个行为呢，当然作为一个法师为人师表，一定要这个行为这个入法，否则末法时代的众生要引导有一定的困难。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课里面所说的这些法呢，应该是以大悲心依法的，以智慧引法的，然后对众生有利的一些符合这个教理的词句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什么样的这个人的这种课里面说出来，都应该就是乐意接受。就是这些问题呢，希望大家也应该记住，就是佛陀呢，就是在为了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在不同的众生面前都有这个显现的，就智悲光尊者也是说了，六道众生面前呢都有这个六道本事的这种现象。而且我们旁生当中的话呢，比如说这个非亲里面有非亲的这个幻化现象，然后我们这个就什么这个水生动物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他们的这个形象。因此呢，佛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形象也是我们就是无法这个估计的。以前不是那个文殊菩萨的是化现为这个大喜这个猪啊，就是来这个度众生，各种现象都有。所以呢，大家对所有的这个说法是啊，就是让听法者全部是观清净心，就是这个是在密宗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大乘一说，说则终现实，显善业无力，如谋化佛陀。如果这个大乘的教义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大乘的教义呢，就是这个自始至终都是这个大悲心和空性啊，就是宣说这个一切万法这个无我空性的教理。然后在这个我们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个大慈大悲的菩提心来这个设置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教理呢，完全是以这个大悲心和大乘空性法就相违啊，就是相违。那这样的话，这个说者呢，就是显得再怎么样的这个如法，或者说是他怎么样的这个献善呢慈悲啊，那实际上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教理呢，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三藏啊。比如说一个上师呢，就是他看起来的是真的是那个就是这个杀而屠脱心的，但是他所说的呢，就是让我们就是造恶业啊，就是杀生啊、屠盗啊，就是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值不值得依止呢？就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如果一个人呢，就是现在是真正的这个三知识的其他的法相全部具足，但是他让我们这个就是做一些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些事情的话呢，那这是这个绝对不能影响的。《楞严经》当中也是有的，就是大力这个魔王呢，就是显为一些这个现象，就是让众生呢造一些这个就是做恶业啊，就是做恶业，就是就是什么造这个就是犯淫戒啊，就是然后生起痴心啊，生起这种嗔恨心啊等等，就是但这些呢就是不符合这个教理的。因此呢，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它是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形象，但实际上呢，他所说的全是要么是为了就是自私自利的心而这个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对众生对个人都有害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完全的不能就相信他，不能这个抑制他。就是佛陀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这个魔王波旬呢，就是他也是这个化为这个佛陀的这个形象来说法，但是他呢，就是毕竟是魔的现象，就是根本说不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心智散发的一些这个教言呢。所以现在末法时代呢，真的在有关经典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心思这个邪思纷飞啊，就非常这个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有些人呢，就是他觉得是这个穿着漂亮的衣服来这个引诱别人，有些人呢，就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呢，就是当这个瑜伽师在等等来这样的。
穿漂亮的衣服的人比较多一点的。以前阿底峡尊者也是来到那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藏地很多僧人的前一段时间讲了没有，就是然后穿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来迎接。后来阿底峡尊者也说是藏地的魔鬼些来了，就是他不敢这个下来。所以就像这样的，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寒地以后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啊，就是穿着，然后呢，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这个行为啊，就各方面就是很这个儒法的，但实际上呢，所说的这个有些法就完全是与这个我们的佛经论点就是相违。那这样相违的话呢，我们都千万不能这个接受的，这个相当危险的啊。以前的有些这个大德呢，就是也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看见前面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凉快的这个影子，结果呢就是你不小心到哪里的时候，原来不是影子，就是这里面呢有这个毒蛇啊，就是然后踩在这个毒蛇上的话，那当场呢就是会这个死亡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原来认为是啊，这是一个善知识啊，他很慈悲啊，就一直跟着他，自己的这个财产啊，所有的就已经这个供养给他，他到时候这个转过来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当时这个学法轮功的有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后把自己的这个身心全部分完了以后，他还就转不过来，就是特别可怕的。所以我们这个不以任啊，就是不以任依法是这个很保险的。我们只要依的是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然后这个佛法非常这个难得的，这样的这个佛法呢，在哪一个善知识面前有的话呢，我们去依止，这是这个最保险的。如果我们依止一个人的话呢，那么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这样呢，就是也很这个危险的，就是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呢，应该就是值得注意。